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我哋會一齊探討一啲足以動搖道德根基嘅諗法。喺我哋思考點樣去做抉擇啊，採取乜嘢行為準則嘅時候，呢啲思想往往會令我哋感到不安。佢哋透過唔同嘅方式，好似喺度話俾我哋聽，建立道德規範其實係一件冇可能做到嘅事。呢啲威脅之所以咁重要，係因為佢哋會慢慢滲透入我哋嘅道德環境之中啦，無聲無息地改變咗我哋對自己同對人哋嘅期望，而呢種改變通常都係令到事情變得更加糟糕。當我哋深受呢啲思想影響嘅時候，每當見到正義、平等、自由或者權利呢啲宏大嘅詞彙，我哋眼中見到嘅就只係權力嘅爭奪同埋衝突，又或者覺得呢啲全部都係虛偽嘅大話。有時我哋甚至會覺得呢啲只不過係個人意見，根本唔值得強加喺人哋身上。呢種憤世嫉俗同埋過分嘅自我懷疑，往往會令到我哋嘅行動變得癱瘓。喺總共7個對道德嘅威脅入邊咧，今日呢集呢，我哋會先重點拆解第一個，亦係最震撼、最根本嘅一個威脅——上帝之死。如果呢個世界冇咗一個至高無上嘅立法者，係咪代表乜嘢都可以做啦？到底係宗教定義咗道德，定係我哋利用宗教嚟包裝自己嘅慾望？今日我哋就由呢個神聖嘅危機開始講起。對於好多人嚟講，道德唔單止係同宗教掛鈎，直情係由宗教完全決定晒。呢類人唔需要對道德思考太多，因為佢哋手上已經有一套具有權威性嘅指令守則，就好似一本教人點樣生活嘅說明書。呢啲準則係上天嘅語言，或者係一個比我哋更偉大嘅存在所擁有嘅意志。我哋透過呢位偉大存在嘅啟示，就能夠知道生活嘅標準。有時我哋會覺得自己直接感應到呢個源頭，但更多時候我哋係透過中間人啊，好似牧師啊、先知啊、經典啊，或者係同神聖意志有聯繫嘅傳統嚟接收呢啲信息啊。一旦知道咗，我哋就明白應該點做。服從神聖意志係一種功德，會帶嚟獎賞。而違抗就會受到致命嘅懲罰。喺基督教嘅版本入邊，服從代表戰勝死亡同得到永生，而違抗就意味住要墮入永恆嘅地獄。去到19世紀嘅西方呢，當傳統宗教信仰開始失去影響力嘅時候呢，好多思想家都覺得道德會隨之消失啦。我哋喺呢度唔係要評估呢種信仰係咪應該失去地位，而係要睇下呢種轉變對我哋行為準則嘅影響。係咪真係好似杜斯妥也夫斯基所講，如果上帝死咗就乜嘢都可以做？呢句說話聽落好似好有道理，因為如果冇咗一個立法者，又點會有法律存在呢？喺我哋深入討論呢個問題之前，不如先睇下傳統宗教教條入邊一啲令人困惑嘅地方。任何讀過聖經嘅人，可能都會對入邊某啲戒律感到不安。喺舊約入邊，上帝似乎對某啲人有偏愛，而且極之介意自己嘅至高地位。呢種道德執着其實幾奇怪，佢好似覺得奴隸制度冇問題，又認為避孕係死罪，甚至幾鼓勵體罰細路，仲覺得對付愚蠢嘅人就要用刑罰。事實上，網上流傳住一封寫俾一位原教旨主義心理輔導專家羅拉醫生嘅信，內容非常有諷刺意味。親愛嘅羅拉醫生，多謝你咁努力教育大家遵守上帝嘅法律。我喺你身上學到好多嘢，仲會同人分享。例如，當有人想為同性戀辯護嘅時候，我只係需要引用利未記第18章第22節，指出嗰樣係可憎嘅事，討論就完咗。不過，關於點樣執行某啲具體法律，我需要你嘅建議。第一，當我喺祭壇燒公牛做祭品嘅時候，我知道嗰種氣味對主嚟講係好香嘅，但問題係我啲鄰居覺得好臭，我應該點處理？第二，我想根據出埃及記第21章第7節，將我個女賣去做奴隸。喺今時今日，你覺得買咩價錢先至合理？第三，我知道當女性月經期間係唔可以接觸佢哋嘅，但問題係我點樣先至知道？我試過問人，但多數女性都覺得被冒犯。第四，利未記第25章第44節話我可以喺鄰近國家買奴隸。我個朋友話呢條法例適用於墨西哥人，但唔適用於加拿大人。你可以澄清下嗎？第五，我個鄰居堅持喺安息日做嘢，根據出埃及記第35章第2節，佢應該被處死。咁我喺道德上有冇義務親手殺咗佢？第六，我有個朋友覺得雖然食貝類海鮮係可憎嘅，但程度輕過同性戀。
我唔同意，你可以裁決下嗎？最後，利未記第21章第20節話，如果視力有缺陷，就唔可以行近祭壇。我承認我有老花，要戴眼鏡，咁我嘅視力係咪一定要100%準確，定係仲有啲走盞位？我知道你對呢啲嘢有好深研究，所以我深信你可以幫到我。再次多謝你提醒我哋，上帝嘅話語係永恆不變嘅。雖然大家通常覺得新約聖經強調愛、寬恕同謙卑，情況應該會好好多，但其實入邊關於贖罪同救贖嘅核心邏輯喺道德層面上係幾令人懷疑。呢種觀念暗示只要犧牲一個無辜嘅人就可以抵消有罪嘅人犯下嘅錯，本質上就係一種替罪羊嘅邏輯。再睇下福音書入邊耶穌嘅形象，其實亦都有啲奇怪嘅道德瑕疵。佢有時表現得幾排外，例如佢曾經叫門徒唔好去外邦人或者撒瑪利亞人嘅城，話只係要去揾以色列家迷失嘅羊，甚至當一個非猶太裔嘅迦南婦人求救嗰陣呢，佢仲用咗一啲幾冷酷帶有歧視色彩嘅說話嚟拒絕將對方比喻做狗。雖然佢教人要溫柔謙卑啊，但係佢自己鬧人嗰陣都幾狠啊，會叫人做毒蛇啊之類啊，仲威脅人哋要落入地獄啊。另外，從驅趕豬群嗰件事可以見到，佢似乎認同當時嘅迷信，覺得精神疾病係因為被魔鬼附身，而且喺嗰次事件入邊，佢完全冇考慮過動物嘅生命或者人哋對嗰群豬嘅財產權。仲有佢就嘴無花果樹嗰段，對於重視環境保護嘅人嚟講，簡直係睇到眼都突埋。最後，除咗佢做過啲咩，佢冇做過啲咩都好關鍵，我哋會諗點解佢冇明確地去廢除舊約入邊一啲殘酷嘅律法呢？例如出埃及記提到不可容女巫存活呢句說話，喺15世紀到18世紀期間，導致歐美成千上萬嘅女性被活活燒死。如果耶穌真係一個至善、慈悲而且無所不知嘅人，佢理應預見到呢啲苦難，並且提早撤銷呢條命令，咁對受苦嘅人類嚟講，先係真正嘅幫助。總括嚟講咧，聖經可以被解讀成俾咗人一張通行證啦，去苛刻對待細路啊、精神障礙人士啊、動物啊、環境啊、離婚人士、非信徒、唔同性傾向嘅人，以至係老人家，去鼓勵我哋將自己睇成充滿罪孽墮落嘅生物。而呢種對自我嘅厭惡，往往必然會演變成對人哋嘅仇恨。喺呢度，我一定要提到一位對基督教道德發動最猛烈、最持久攻擊嘅哲學家，佢就係尼采。如果你聽下佢當年點樣親口批判呢種氣候，你就會感受到嗰種震撼。喺基督教統治之下，嗰啲被征服、被壓迫嘅人，佢哋嘅本能會湧晒出嚟。只有身處社會最底層嘅人，先至會喺呢度尋求救贖。喺呢個圈子入面，大家最中意攞嚟消磨時間、醫治悶氣嘅活動，就係去討論咩叫罪孽，點樣做自我批評，仲有對良心進行審訊。佢哋透過祈禱去谷大嗰種由權力，亦即係我哋口中嘅上帝所產生嘅情緒。喺呢度，最高尚嘅美德被視為係人類追求唔到嘅，只能夠當成一種上天施捨嘅恩典。基督教缺乏一種光明正大嘅處事態度，隱瞞同埋陰暗嘅密室先至係基督徒嘅本色。我睇到佢哋蔑視肉體，甚至將衛生清潔當成係感官上嘅罪惡。教會甚至反對潔淨。當年基督徒喺逐走摩爾人之後，第一件事就係關閉晒公共浴池。單單喺哥多華一個城就有270個。基督徒對自己同人哋都有一種殘酷，充滿對非信徒嘅仇恨，仲有一種想迫害人嘅衝動。基督教根本就係仇視理智、自豪、勇氣同自由。佢哋仇視感官，仇視感官帶嚟嘅喜悅，甚至係仇視一切形式嘅快樂。當然，無論係邊種宗教，總會有啲護教士出嚟為呢啲令人尷尬嘅教條辯護，或者嘗試用唔同嘅方式去解釋。就好似印度教嘅支持者會為種姓制度解釋，而伊斯蘭教嘅支持者會為佢哋嚴厲嘅刑罰，或者對女性同非信徒嘅態度去自圓其說。但係呢度最有趣嘅一點係，當我哋去衡量呢啲辯護係咪合理嘅時候，我哋其實已經喺度評估緊一套道德標準嘅。我哋竟然可以企到好遠去審視任何一套根深蒂固嘅經文，然後問呢啲價值觀係咪真係令人佩服啦？
我哋應該全盤接受，定係應該取其精華，棄其糟粕？咁問題就嚟啦。如果我哋擁有足以審判呢啲最崇高宗教傳統嘅權威，咁我哋呢套審判嘅標準究竟係由邊度嚟嘅呢？關於道德係咪可以建立喺宗教基礎之上？最經典嘅挑戰莫過於柏拉圖喺《猶西弗羅篇》入邊提出嘅觀點。喺呢篇對話錄入邊呢，蘇格拉底正要因為不敬神嘅罪名接受審判，點知佢遇到咗一個叫猶西弗羅嘅人。呢個人自命不凡，覺得自己完全掌握咗咩叫虔誠同正義。佢對自己嘅判斷係咁有信心，甚至準備緊要去控告自己嘅親生爸爸，話佢要為一單人命案負責。喺呢場個對話入邊呢，猶西弗羅非常肯定咁同蘇格拉底講：蘇格拉底，我敢話，所有神都中意嘅嘢就係完成同神聖，相反，所有神都憎恨嘅嘢就係不敬。蘇格拉底聽完之後就問佢：猶西弗羅啊，我哋係咪應該去深究一下呢句說話嘅真偽呢？定係我哋就咁憑住自己或者人哋嘅權威，就全盤接受呢個說法？你覺得點樣好？猶西弗羅好有信心呢，答蘇格拉底嘅。我哋梗係要研究下啦，而且我深信呢個講法一定經得起考驗。好，我哋好快就會知個答案。不過喺研究之前，我首先想搞清楚一點，究竟嗰樣嘢係因為本身神聖，所以先至得到眾神嘅喜愛，定係因為眾神喜愛佢，所以佢先至變得神聖呢？喺呢場對話入邊，蘇格拉底好輕易就引導猶西弗羅睇到當中嘅邏輯矛盾。蘇格拉底問：猶西弗羅啊，根據你嘅定義，係咪所有神都會中意神聖呢樣嘢？係啊。咁佢哋中意神聖，係因為嗰樣嘢本身就係神聖，定係有其他原因呢？唔係，就係因為呢個原因。所以係因為嗰樣嘢本身神聖，先至得到神嘅喜愛，而唔係因為神中意佢，佢先至變得神聖。對乜？冇錯。咁樣嘅話，一件被神所親近嘅嘢，係因為神主動去中意佢，所以佢先至處於一種被愛嘅狀態，係咪？梗係啦。咁樣嘅話，猶西弗羅，你所講神所親近嘅嘢同埋神聖嘅嘢，其實係兩回事，佢哋唔係一模一樣嘅。蘇格拉底，你究竟係咩意思啊？我嘅意思係，我哋啱啱已經達成共識，神聖嘅嘢之所以被神中意，係因為佢本身具備咗神聖嘅本質，而唔係因為神中意咗佢，佢先至有呢種本質。呢度咧帶出咗一個核心重點，我哋唔應該將上帝或者眾神咧想象成可以隨心所欲、朝令夕改。相反咧，我哋必須相信佢哋係因為嗰件事啱，先至去准許或者禁止。神同我哋一樣，都係要依循一啲本身就係神聖或者正義嘅準則。單憑佢哋擁有強大嘅權力，創造咗萬物，或者手上握有恐怖嘅懲罰同誘人嘅獎賞，並唔代表佢哋就係善。再者，如果一個人只係因為驚咗神嘅權力而聽話，呢種行為本質上係奴性同自私嘅。想象下，如果我想背叛人哋嘅信任，但我心入邊諗嘅係等我計下數先。雖然利益好大，但要計埋上帝懲罰我嘅風險。不過上帝通常都肯寬恕人，或者我臨死前咧先至懺悔，應該可以瞞天過海。呢種諗法絕對稱唔上係一個品格高尚嘅人。一個真正正直嘅人應該只係諗呢件事係背叛，所以我唔會做。故事就係咁簡單。如果你仲要去搞嗰套宗教式嘅成本效益分析，當代哲學家伯納德威廉斯形容呢種就係諗多咗一重，反而歪曲咗道德嘅本質。
德國哲學家康德亦都提過，靠宗教威逼利誘去令大家守規矩，只係令大家因恐懼而行動。但真正嘅美德係要求大家發自內心對規矩產生尊重而行動。我哋可能會問，係咪得嗰啲庸俗化嘅宗教先至會被批評得咁勁？咁仲有冇其他類型嘅宗教呢？一個更成熟嘅上帝形象，絕對唔應該係一個喺天上等住報復嘅老人，或者係一啲更抽象嘅存在。但係當上帝變得太過玄奧、太過神秘嘅時候呢，佢就會離人類嘅善惡好遠。正如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所講，一個真正神聖而永恆嘅存在係唔會自尋煩惱，亦唔會為難其他人，所以佢根本唔會被憤怒或者恩寵所左右，因為呢啲情緒只會出現喺軟弱嘅生物身上啦。一個咁偉大嘅神，又點會介意人類食唔食貝類海鮮或者用咩方式行房呢？柏拉圖嘅對話錄俾咗我哋另一個思路，宗教其實係為一套本身已經存在嘅道德，披上咗神話嘅外衣同權威。神話並唔係要被鄙視嘅嘢，佢提供咗豐富嘅象子同例子嚟啟發我哋嘅想象力，亦係人類掙扎於生死、慾望同善惡嘅情感寶庫。正如一個流亡者會記住家鄉嘅歌謠多過記住法律。當宗教唔再能觸動我哋嘅時候，我哋可能會擔心人類會遺忘咗歷史同經驗入邊一啲重要嘅部分。喺呢種分析之下，宗教唔係道德嘅根基，而係道德嘅陳列室或者一種象徵式嘅表達。換句話講，我哋其實係將自己套標準披上神權嘅外衣，用神話故事嚟強化嗰種權威感。例如，我哋唔單止係有一套禁止謀殺嘅準則，仲會創造一啲神話例子，話俾人聽上帝喺邊單謀殺案入邊表達咗佢嘅憤怒。不幸嘅係，神話同宗教同樣可以為衰嘅道德服務。我哋往往係將自己嘅偏見放咗入去，然後再透過宗教將佢放大同合理化。好似我哋唔單止係恐懼科學或者想搶人哋嘅土地，我哋仲會揾到一啲例子，話上帝懲罰追求知識嘅慾望，或者命令我哋去佔領某塊領土。我哋甚至會利用上帝嘅名義咧去主宰大自然啦，或者將同我哋唔同嘅人咧視為次等，甚至係罪犯。講到尾，呢個係一個令人幾沮喪嘅現象。人類唔單止係想做某啲嘢，仲會將呢啲慾望投射到神身上，將佢變成一種權利或者義務啊嘛。喺呢種觀點之下，宗教唔係行為準則嘅源頭，而係一種投射，目的係要幫呢啲準則着上一件絕對權威嘅外衣。宗教仲可以成為一種手段，等唔公正嘅政治權力，令到百姓變得溫順。就好似馬克思所講，宗教係人民嘅鴉片。正如聖詩入邊唱話，上帝做咗住喺城堡嘅有錢人，亦做咗守喺門口嘅窮人。呢類說話無疑係幫緊權貴，令基層階級安於天命。如果呢一切都係正確嘅，咁上帝之死對道德嚟講根本稱唔上係一個威脅，相反，佢更似係一次必要嘅清場，等我哋可以睇清楚道德嘅真面目。或者法律真係唔可以冇咗立法者，但柏拉圖話俾我哋聽，道德法則絕對唔可以係嗰啲人格化神靈嘅隨意其想。或者我哋其實可以為自己立法。呢集關於上帝之死同宗教道德嘅討論就嚟到呢度。雖然失去咗一個神聖嘅立法者，聽落好似好恐怖，但係正如我哋頭先所講，呢個可能先至係我哋真正去審視道德真面目嘅開始。不過當我哋唔再聽命於神，轉而話我哋可以為自己立法嘅時候，另一個更加棘手嘅問題就出現啦。如果每個人都係自己嘅立法者，咁係咪代表你嘅真理唔係我嘅真理？定係到頭來每個人其實都只係自私自利，根本冇所謂嘅大義？下一集我哋會繼續拆解七大威脅入邊嘅另外兩個核心挑戰，分別係主張對錯，只係睇觀點角度嘅相對主義，同埋認為人類本性根本就係極度自私嘅利己主義。呢兩把飛刀比起上帝之死，可能更加直接咁刺中我哋日常生活嘅痛點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啟發到你思考，記得訂閱、撳讚同埋啲牙俾你身邊中意哲學嘅朋友。我哋下一集再見。